虽然现代航海大量运用 GPS， 也是有真侪国家保留灯塔。伫咧澳洲东南方就有一个小岛，就有一座160多年历史的灯塔，内底做是25年的资深看守员11月退休，继续由新人来守护航海安全。 澳洲人口上密集的维多利亚省东南方外海这个小岛，长度只有2.4公里，上宽的所在只有800公尺，面积大约154公顷。岛上上有名的地标就是这座灯塔，塔悬47公尺，是澳洲第2悬的灯塔。上顶面的公园离海北面55公尺，伊上早是伫1853年兴建，原本只是早期的建筑。1860年改造，以岛上的花岗岩重建，到达已经有160年的历史。靠自动化科技，现代 灯塔看守员无需要时时刻刻住伫岛上看守灯塔，像资深的看守员里奥登不劳，就是以上班1个月休困1个月的方式执行伊的工作。除了巡视灯塔机械敢有故障，看守员的工作也包括观察岛上的气象变化。平均每6点钟以手写记录一摆，这也是灯塔的100年传统之一。 When I first came here, there were up to 30,000 pairs and very few seals. And more recent years, it's dropped right down. Penguin numbers are greatly reduced, maybe 10,000 or so, and the seal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这个疑问连动物学家一时也找不出解答。澳洲 ABC 电视台报道指出，岛上毋但是随时要面对变化天气，手机啊信号也真差，而且工作会当讲是较外界距离。也毋过有真好的海景甲丰富的海洋生态，对有兴趣的人来讲，这是人間天堂。 I kind of had this dream of if this job ever came up, I was definitely applying for it, and I've been so lucky and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have this job now. I'm hoping eventually to find a beautiful rhythm to tie in with Gable's rhythm. There's a huge responsibility, and a lot of it is self-driven. 邓布劳当初来到该宝岛，年纪甲达提差不多，看到真有兴趣的少年一代会当接手，邓布劳决定要搬转去澳洲本土的老厝过退休的生活。42岁达提，捌伫故乡苏格兰做20年的食物病航海专家，5年前才移民澳洲。伊讲会当守护160多年的灯塔传统，也佫会当欣赏绝世的美景，是伊梦想的上好工作。公司新闻，齐家真朋友。